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Henry， 今日會同大家睇商言。位於大埔馬窩路19號，由萬科香港所起嘅大型屋苑。屋苑亦都設有會所、健身室、游泳池、籃球場。首先我哋會睇嘅係兩房475尺嘅單位，利用玄關嘅位置已經做咗儲物空間。玄關整咗個鏡櫃，出門之前都可以再望一望整理儀容。下面呢就係鞋櫃。示範單位亦都好貼心，已經準備好家私嘅佈局圖。近玄關嘅位置咧，可以做客廳；咁近翻露台呢邊咧，就可以做飯廳。露台頗大，非常之夠用。冷氣機都放埋喺呢度，維修更加之方便。睡房方正實用，主人房非常之方正，亦設有衣櫃位。洗手間採用咗石紋同木紋，有種同大自然融為一體嘅感覺。洗手盆櫃做咗櫃桶，鏡櫃入邊亦設有插座。淋浴間嘅設計。廚房緊廚嘅設計 ，L 字形嘅台面，上下做晒儲物空間，3個嘅煤氣爐頭，今次採用咗多功能濾水嘅水龍頭，跟住我哋會睇嘅係301尺嘅一房單位，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側邊呢有個頗大嘅雪櫃。平時簡單煮嘢食都 OK 嘅，並設有多功能濾水水龍頭，亦有單位嘅家私佈局圖。洗手間、淋浴間嘅設計。鏡櫃後面亦留有插座，玄關側邊亦留有鞋櫃位，客飯廳都非常之方正，樓底亦都頗高，露台亦都頗大。
睡房，跟住睇一個係兩房開放式廚房嘅單位，客飯廳方正，樓底都頗高，露台亦都頗大，冷氣機就喺呢度，日後維修非常之方便。示範單位亦都設有家私嘅佈局圖。睡房方正，亦留有衣櫃位。第二間睡房，洗手間、淋浴間嘅設計。跟住我哋會睇開放式廚房嘅空間，廚房呈 U 字形，平時煮嘢食可以利用埋呢度，或者平時有時食飯加兩張凳喺度都幾舒服㗎。旁邊呢亦都有啲儲物空間，側邊呢就係兩門雪櫃。兩個人簡單煮嘢食都 OK 嘅。採用咗多功能濾水水龍頭，隔離亦都有洗衣機。跟住我哋會睇個三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713平方尺。玄關側邊已經做好晒鞋櫃同儲物空間。客飯廳非常之闊落方正。露台亦都闊落，冷氣機主機亦都設喺露台嘅兩側，方便維修。廚房 L 字形嘅設計，上下做晒儲物空間，工作台面都非常之足夠。並設有多功能濾水水龍頭、洗衣機、雙門雪櫃。跟住我哋睇睡房嘅空間，睡房非常之方正，洗手間、淋浴缸嘅設計，主人套房，
洗手間、浴缸嘅設計，有埋家私嘅佈局圖。